個新嘅加貨方法俾你。咁好多時以前我哋用手機加貨好方便啦，有 WhatsApp 加貨、AI 加貨等等。咁而家我哋喺網站裏邊嘅 interface 咧都做多啲加貨嘅方法捷徑俾大家。咁其中今次咧就係假設你喺個 vendor 度攞貨，咁好多時 vendor 都會俾啲相你啦，甚至乎有時 vendor 本身都可能有個 page 介紹晒成個產品嘅詳細資料，有晒佢啲相等等嘅。咁我哋今次就可以直接攞住嗰個 vendor 嗰個產品個頁面嗰條 URL 嗰條 link 咧，就可以將裏邊嘅所有相啊資料啊拎晒過嚟，一次過幫我 create 噶啦。咁點做咧？大家可以去翻呢度新增商品呢度啦。咁右上角你會多咗個叫從網址填寫。咁呢度咧我就去揾翻個 vendor 嗰度去攞翻條 link 啦。假設呢個就我哋嘅 vendor 嗰條 link 啦。咁 paste 咗落去之後咧，咁就得噶啦。咁做咁我確認啦，咁確認完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喺佢背後咧，我哋嘅 AI 就會嘗試去嗰版啦，去攞所有嘅產品資料啦，包括埋佢啲相啊，其他嗰個文字內容啊，等等，全部都會幫你一次過搞掂晒㗎啦。咁當然搞完之後，你自己都要再睇一睇嘅，例如有冇個價錢你要做修改啦，個貨存你要做修改啦，詳細嘅其他資訊內容你可以自己再做加減都得嘅。咁總之呢個方法就可以幫你用最短、最簡單嘅方法，一次過攞晒嗰個產品頁面裏邊嘅圖片文字描述，幫你搞掂晒啦。咁你自己再去修改啦。咁你見到啦，一次過嗰張相啦，加晒落去啦，有好多張相加晒落去啦，產品名啦、產品描述啦、個價錢啦、甚至乎一個詳細頁面嗰個詳細啲規格咧，全部都幫你加晒落去。咁當然啦，呢啲地方你自己再可以做修改啦，個價錢可以修改等等啦。咁假設我就咁撳 save，咁就可以搞掂㗎啦。咁大家如果好多新貨要加，而本身有一啲網址大家可以參考嘅話咧，就可以試下用呢個功能。咁當然有啲限制嘅，例如如果啲網址係需要係唔同地區先至去到或者需要 login 先去到咧，咁可能呢個功能就未必幫到啦。咁不過大家試一試，咪知道會唔會用咯。